再来，咱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，伫咱台湾各地抑个平湖、马祖拢是侪云到好天。咱同齐来看温度。今仔日温度的方面，早起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花莲的鲤鱼潭是12.7度，也若北部、东半部今仔日低温是16度至20度，中南部的低温是21度至23度。严格日时开始，温度会变较悬，高温伫今仔日，云林以北、东半部高温大约24度至28度，会感觉较温暖、较舒适。啊，若家己以南温度佫较悬一点有29度至30度。雨水的方面，早起落雨主要是伫北部的山区，抑佫有东半部。严格暗时开始，大台北地区、基隆、宜兰、桃园，抑佫有台东的南部、屏东的南部，拢会开始落雨。明仔载拜四，佫有一波东北季风会到位，规个北部、东半部拢会落雨。也若宜兰抑佫有北部山区，雨嘛落较粗，乡亲就要细致。